再来看高铁，其实因长期以来拢有提供12岁以下，也阁有大学生的优惠票。要么其实这当中的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是拢无拍到这个，这互一寡青少年真不满，所以去找立委来申请。虽然讲即马高铁受伫休热期间呢有提供青少年的优惠专案，也毋过其实家长甲立委拢希望这款优惠会当常态化。 即马伫咧高铁买票的 App 顶面，12岁至18岁青少年已经会使买到7月份半价车票啊！这是高铁为着要因应学生囡仔休热提出来优惠专案，鼓励青少年会当趁休热的时阵出外行搭。毋过，就家长认为，干那限制7月份到8月份才有优惠，根本就无啥合理。平常时嘛爱有才对。大学生是有就是学生票，对，那他们这种年龄，就12岁之后就没有了。目前高铁票价有提供12岁以下的儿童半价，大学生只要有学生证，就会当手拍5折至800折的学生票。干那12岁至18岁青少年坐车爱买成人的专票。有立委表示，伊接到一寡高中生的定情，讲定定要参加抢机行动，需要对高雄就北。干那10届车资就要10万，毋过若是大学生就半价车票通买。 既然是要给学生优惠的话，那青少年应该一同比照办理才对。那这样才能够去支持我们的更多的儿少，不管是教育部的壮游计划，或是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参与更多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交通费就被排除在外。高铁表示会敢若提供儿童和大学生优惠，是因为儿童票是法令规定，大学生大部分拢是去外地读册，不过12岁至18岁各中高中生拢是伫在地读册较济，才会无加入优惠的措施。刚好就是这一段这个中间的这个12到18嘛，对，变成一个这个大家好像忽略之处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用暑假的少年票来弥补。但是委员刚刚讲说，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普遍性的这个措施？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时间来研究？因为这个考虑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计算的问题。新竹林的高铁董事长苏德希望外界会当互因3个月时间去研究看卖。立委是呼吁高铁每一个年岁层的囡仔拢需要照顾到，爱提供囡仔公平的社会环境。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